振兴五倍券对二级开放登记，政府也鼓励民众使用所谓版本的五倍券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表示，有40间金融机构会参与，另外会有462万份，总共是33亿的犹太活动。另外，客委会比较去年的客庄旅游券，这回金额是改做500块，数量也增加到40万份。 客庄 Give me five。客家委员会配合行政院振兴措施，推出客庄券2.0。客庄券2.0每份500块，比去年龙万客庄旅游券每份800块金额是较少。不过今年总共有40万份，比起去年的28万份是较侪。而且今年是开偌济扣偌济，免像去年要以100块做单位。我们总发了40万份，接近2亿。我们预估。 这个2亿，我们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产业的提升，地方的经济的活络，可以带动地方的产值16亿。去年的龙万客庄旅游券就无实体券，采用数位发行，今年嘛相同。外界烦恼数位发行可能有部分民众无晓用，客委会讲，希望会晓用的人，甲规家伙仔拢带来客庄佚佗，而且数位客庄券使用是真简单，业者反应嘛真好。以前的话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好像数位券我们会蛮恐惧的。 但是我们在使用上面的时候，核销上面还有收券上面，我们发现，我不用一张一张去收，也不用一张一张去点。客庄券2.0为9月22日开始登记，但是抽签甲发券的日期，搁要配合行政院5倍券政策的时间，才会当作决定。目前暂时决定开放使用的时间是11月中到明年4月底，会使伫全台有客庄券标准的店头使用。记者郭炳军随台北报道。